伫咧嘉义市有一间超过100岁青仔，号做侏罗鸟青王。最近有台语儿童文学的出版社招附近的学生囡仔来看这丛老青仔，嘛听青仔的故事。名叫做侏罗鸟青王，所以伊就是咱的嘉义最大丛的青仔。甲囡仔小解老青仔的背景，佮分享青仔讲的故事。用于儿童台语文学总编辑，配合附近辖区的各小学生来社区打杂，互因学台语，佮会当了解地方的历史。有人甲一粒石头摕走，然后侏罗青仔讲着托梦甲伊讲袂当安尼做，伊是400岁早伊讲笑，然后我感觉伊足大的，害我足惊讶。过去这丛青仔捌因为社会参拜跋筊的风气事件，迄当阵真侪人会来遮求明白，佮加上侏罗青仔讲的故事，所以嘛真做学校乡土教育的题目。了解讲过去咱发生什么代志，所以呢，我即个特别拜托韩老师来甲阮甲囡仔讲故事，希望互囡仔呢有更无共款的一个学习的机会。做好耍。安怎讲？因为会当听到足侪故事，足趣味的。遮嘛有足侪故事，咱遮的故事，拢爱互咱即个所在的囡仔，互咱即个学区的囡仔，每一个拢爱来了解。学校表示，透过社区的人脉，会用互囡仔咧学台语的时阵，为课本来甲生活环境做结合，互使用台语会当搁较生活化，嘛增加囡仔对在地文化的认同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